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三甲主日，伫这暗时短时间，咱用祈祷来敲找主的心意。基督徒伫日常生活内底，牧师嘛邀请期待咱，常常为着咱的生活，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全世界所咧面对即摆疫情所带来瘟疫。我相信这是咱生命中将来袂捌想见，嘛袂捌拄着会要紧的大事。透过祈祷，上帝意爱咱会当来敲找伊的心意。好不好？邀请你，这个时你就先将你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以免得伫咱所有伫祈祷的中间来受到影响。嘛邀请咱会当找一间你的安静的房间，然后会当邀请你的亲人。你若惊伊会影响到，咱拢请咱会当先将电话拢先甲电话线拔掉，咱伫安静的内底做伙来敲找主的心意。邀请咱伫咱祈祷的中间无论什么款的需要，有什么款的欠缺，咱拢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前来主献上恳求。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伫安静的内底。阮要三甲来敲找着上帝你的心意，感谢你安静阮逐人的内心，搁一摆，互阮会当有即个宝贝的时间，阮用祈祷来到主你面前，愿你圣神加做阮的帮赞，互阮伫祈祷的内底来敲找着主你的心意，搁一摆来恳求上帝，愿你透放阮逐人的内心，有侪因为疫情所带来影响甲困苦。甲忧愁看路，虽然疫苗已经会当豆豆，互阮国人做伙来接种，但是阮每一个人的心有惊吓，阮惊阮生命会拄着什么款的困难甲问题，总是阮倚靠主，求上帝你加做阮的帮赞，除去阮侪忧愁看路，只有单单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来敲找主你的心意。同心，搁一摆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首先，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疫情所带来影响，咱做伙来为着咱的国人台湾人有侪人伫生活上，因为即摆疫情所带来真侪无相款的改变。少出门，伫厝内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伫外口面嘛是相款。我想咱有侪人对过去拢如夜生活，但是即摆拢必须得爱较接伫厝内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改变。我相信每一个人拢需要会当伫这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来献上祈祷甲感谢。第二项，咱要做伙来为着咱的接种疫苗我想接种疫苗是一个真要紧的工作无论你要搁咧思考，你已经符合这个资格，会当来做接种，或是咱伫这整个的过程、接种的过程，你有什么款的反应甲问题？牧师拢邀请咱唔通气嫌，敲一通电话来牧师，咱做伙会当提供无相款的资料甲困难的问题，牧师拢会当针对无相款的角度，甚至会当来甲咱做查考。所以邀请咱做伙用祈祷来为着疫苗的接种。我相信如果咱无接种，有当时咱嘛是会影响着身躯边、厝边隔壁，甚至咱身躯边的人。我想接种疫苗是一个咱配合做一个国人应该会使做，咱就是配合政府整个的事项，咱做伙来做配搭。另外第三，咱会当同款，虽然疫情所带来疫苗的接种，但是咱爱记得，毋是你接种了后，你身躯就有抗体，拢毋免挂口罩会记得戴口罩。目前疫苗只不过是针对新冠病毒。接续新闻媒体已经侪无相款，还有这变种病毒 Delta 已经弄出来，未来还有什么款的病毒咱无了解，所以环境已经会改变。邀请咱就爱做伙这个防疫的习惯，戴好口罩。我想喙红真要紧，就是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一个
暂时性的保护，咱是毋通连这暂时性的保护咱拢做袂到。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用祈祷，求上帝互咱会当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咱只会为着这项事来祈祷。另外，咱嘛会当为着这个变种病毒株我想这印度已经死真侪人，包含即马一日拢还佫有真侪几千个人伫遐来丧失性命，所以咱来恳求上帝，求上帝帮助咱。我相信一个无形的病毒，无形的上帝，伊的大权能的溃烂，伊期待咱做伙来到伫伊的面头前来伊献上恳求。所以这个时，咱做伙动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迫切伫你的面前来主你恳求。主阮知阮的心是何等渴望，身体会当得到永驻甲健康。主阮知阮的生命将来袂捌想到，阮的生命会拄到即摆遮尔大的瘟疫，是影响全球全世界，甚至是伫阮日常生活，包含伫阮未来行顺顺，阮拢得忧愁看路的一项事。主啊，求上帝你帮助，请做阮的倚靠。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恳求的时，阮明白上帝你意爱阮人有三听和睦的心，但总是阮还袂捌得到这款的应允甲在捌的事。就算阮了解，但总是阮还做袂到。主啊，这个时是一个要紧的时刻，阮特别要为着阮台湾人，包含阮家己的生命健康来献上恳求。阮意爱通过伫即摆疫情所带来伫阮每一个人生命健康的危害，阮恳求上帝，求上帝你施了你医治的大权能帮助阮，互阮伫即摆接种疫苗的顺序甲程序内底，互阮尽心做好阮诚做一个台湾人应该做。阮看见有侪国家为着台湾的奉献，因为过去台湾 can help， 互因得到帮助，伊嘛欢喜甘愿愿意伫台湾拄着困难的时来帮助阮。主啊，这是上帝你互阮看见一个要紧三听和睦的所在，的应允嘛是一个祝福。主啊，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学习，伫阮要健康，伫阮要拄着困难的时，阮会当犹原较无上帝你的心意。求上帝你帮助阮，保持一个防疫应该有的习惯，无因为讲阮时常咧思考，什么时会当解封，阮会当毋免去挂口喙暗来烦恼。阮毋免为着什么时阵会当解封，阮才会当恢复阮经济生活的能力。阮相信这是每一个人拢较无的事。上帝你知阮心灵的需要，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着大声做好阮本分应该做的事。互阮为着即摆疫情所带来影响，阮是爱来到主你的面前，搁较侪祈祷，搁较侪较无上帝你的心意。主啊，阮知阮的人拢是自私骄傲的，时常为着家己的欠缺甲需要，一直伫遐戆说、戆憔悴。主啊，求上帝你帮助阮，着大声寻求你的国甲义。主，你要将阮所需要的，毋但要赏赐互阮，也要互阮带来生命祝福。恳求上帝，你嘛亲自坚固，伫全球伫面对新的病毒已经来临，甚至开始咧影响印度、缅甸、越南，侪遮的国家遮的落后的国家，因无好的医疗，甚至有无更较完整的遮的资源的时。恳求上帝，你帮助全球，遮个世界强国会当三甲为着遮个事来付一份心力，帮助因看顾因，帮助因，互因定心得到用处。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需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书第14章第13节到21节。上帝话安尼讲。耶稣伊听到这个消息就离开遐，
简单家己坐船，退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有一大群人听到，就对逐城市行路对伊的。耶稣就看到一大群的人就可怜伊，医好因的病。黄昏的时，门徒徛来我来甲伊讲，这是偏僻的所在，天嘛暗啊，请甲军将解散，互因通家己去附近的庄舍买食物。耶稣应讲，因毋免去，恁互因食。门徒对伊讲，咱遮只有5个饼、2尾鱼。耶稣讲，摕来遮，互我。伊就叫众人坐伫草坡，然后摕遐5个饼甲2尾鱼，仰天感谢，擘开讲，摕互门徒，门徒就分互众人。大家拢食饱，食了饱，门徒就摕剩的满12人。食的人，负责人甲囡仔无算，约略有5000个查甫人。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咱非常的熟，也就是有饼鳄鱼、5块饼、2尾鱼的故事。圣经内面咧讲起5块饼、2尾鱼，意思咧讲起伫当遮，逐个众人拢围累伫咱身躯边，亲像迄当时有侪人缀伫耶稣的身躯边，等待耶稣的医治。但是门徒时常咧想讲，嘛时间食物的食饭的时间已经到吼，叫耶稣就会当叫因较紧倒去啊吼，阮嘛准备要来去食。但是耶稣讲，伫这16节讲因毋免去，恁互因食。耶稣期待伫伊的门徒有一个新的意向。伫咱的生命中间，虽然咱拄着环境的困难，咱嘛着常常来思考，到底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看见外在逐个人的需要，期待平安，期待得到好的事，甚至有侪人经济能力伫即摆疫情所拄着困难的事，咱会通做啥物？兄弟姊妹，耶稣讲，因毋免去，恁互因食。我嘛咧想讲，教会伫这疫情环境的内底，咱会使做啥物？兄弟姊妹，耶稣讲，摕来食互我。耶稣讲甲门徒讲，摕来食互我，意思咧讲，耶稣知影伊的门徒无够遐的气力甲能力，知影5块饼、2尾鱼是要做啥物。但是耶稣甲人讲，摕来食互我。兄弟姊妹，咱会使为着伫主的面头前，摕啥物来到主的上帝面头前，讲主啊，我将我所有的奉献予你。兄弟姊妹，食的拢会当真做众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上帝，虽然疫情所带予咱教会无法度通做实体礼拜，但总是咱嘛看见有侪人，因伫日常生活中间有拄着困难，因会私底下来请教牧师，甚至有时1个、2个，只要伫符合5个人以内，无群聚的状态下，来到教会来问牧师，来甲牧师请教，甚至甲牧师有一个好的交配。所以咱看见咱的教会福音的工作也搁咧持续进行，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咱的生命伫这环境的中间，咱会使来做什么款要紧的工作。伫受到疫情的关系中间，咱来思考，有侪人因为即摆疫情所带来有侪行业暂时停止工作，因无收入，因嘛无存款，但是因欠过了这食物的情形的中间，因心内充满着侪压力甲惊吓。咱来思考，讲主互我所拥有的这5块饼、2尾鱼，我会当愿意伫这环境的困难的中间来为主做啥物，真做主下样的器具。咱甚至嘛做伙来思考，当咱伫日常生活中间，我毋知疫情所会带来全球，甚至带予咱台湾的人民带来什么款的影响，但是咱知影，
咱恳求上帝圣神来引带咱，互咱做伙来思考上帝疼甲怜悯。当耶稣伊行五块饼两尾鱼的新约的时，咱拄拄啊伫迄内底，咱着思考咱甲主是同行同一份子，甲这门徒相款，甲耶稣经历这五块饼两尾鱼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这环境的内底，咱特别为着全国教会伫宣教的这合场吼，这收割的这草场顶面的改变是啥物？第一项，人性甲人道主义，咱看见会帮赞甲袂帮赞的国家，甚至当咱有欠缺的时阵，咱看见极权的国家，甚至世界权力的国家，伫这失去平衡的中间的考验，咱要安怎样来为着这事来恳求上帝？甚至咱看见伫全球的社会内底，有侪人伊伫这疫苗的中间，伊会当接受着经济开始复苏恢复。但是有的国家送向的国家，因无法度通得到这好的医疗的时，伊的国家经济的这个问题，自然就豆豆水烂落来。所以咱来为着全球这所拄着的问题，咱来向主献上恳求，求上帝帮咱，也求上帝亲自来医治，将伊的疼怜悯赏赐伫这强国疼主的国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阮要为着全球即摆疫情所拄着危害的国家来祈祷。阮知全球全世界有侪人文主义，甚至有疼心甲无疼心的，甚至有奉主理名所设立的国家的。主啊，阮知，阮拢清楚知，有的人欠缺，有的国家臃肿，有的国家是非常的丧向，总是人甲人的中间，拢是用疼，就爱来建立主你所欢喜的生命。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丧失生命，甚至要搁伫危难的中间的国家来恳求祈祷。主，阮知台湾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臃肿，甚至阮所丧失的，阮也无法度通甲这个国家通比比。主啊，阮就常常为着这个事献上感谢。阮嘛特别为着这个丧向的国家的人民，伫袂捌主、袂捌疼、袂捌有这个好的资源的这个国家的人民，阮求上帝你帮助，伫这有好臃肿国家，会当真实有需要帮助遐有需要的国家，会当互因定心得到臃肿，得到徛在，来显明上帝你疼的恩典。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因为你是赏赐阮生命来源的主上帝。你毋若赏赐，阮相信，当阮若无尽阮所做来帮助迄有需要的人，上帝你嘛有一日要将阮遮个嘛摕倒倒去。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赏赐阮快乐，坚固阮的生命。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伫咱的生命中，上帝拢赏赐平安互咱。愿上帝伊赏赐咱，毋是互咱惊赢的平安。上帝所赏赐咱，是出你所意料之外的平安。上帝平安毋是你料想的到的，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平安，是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愿咱常常尊主的心做心，互咱常常为着教会、为着全球、为着咱台湾头前的道路来祈祷。愿上帝平安赏赐互咱，咱做伙同心，做伙最后的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阮上赞而乐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今仔日三甲自集，伫即个所在三甲来感谢而乐主。愿上帝你圣神真做阮的帮助，互阮用祈祷，互阮用而乐，互阮用恳求，互阮用迫切的心，三甲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愿上帝你真做阮众人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常常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
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求主帮助我全心全意信靠，每当我灰心我彷徨，迷失方向，仰望主耶稣就得力量，刚强壮胆，因耶稣为我担当。I'll let go, I'll let go and let God， 我将